Story Time， 開心講故事時間又到啦！今日我要講嘅故事係爸爸的生日會。今日係爸爸嘅生日，小狗友友同姐姐就提議整一個生日蛋糕俾爸爸。哇！你睇下廚房有啲咩？哦，原來媽咪準備咗士多啤梨同埋忌廉。哇！仲有香噴噴嘅蛋糕啊！哇，好香啊！姐姐呢就最中意食忌廉，佢想整一個忌廉蛋糕。而友友呢就最中意食士多啤梨，佢想整一個士多啤梨蛋糕。但係佢哋兩個爭嚟爭去，我要整先，我要整先。哦，個蛋糕發生咩事啊？哦，個蛋糕整壞咗啦，跌咗一嚿出嚟啊，點算啊？媽咪呢就諗到修補蛋糕嘅方法，佢將啲忌廉就上喺個蛋糕面度，然之後拼埋一齊。媽媽呢仲請友友同埋姐姐一齊將啲忌廉放上蛋糕度。媽咪呢就負責切士多啤梨，而姐姐呢同埋友友就一齊將啲士多啤梨放喺蛋糕上面。你睇下，啲士多啤梨仲係心形添㗎。哇！爸爸個蛋糕整好咗啦，你睇下幾靚。爸爸返嚟啦，爸爸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！ 故事就講完啦，故事就嚟到呢度啦。大家又鍾唔鍾意呢本書呢？又或者大家睇完呢本書之後又有咩感想呢？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繼續收聽開心講故事 Happy Story Time， 就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